咱台湾还未开放中国人来台湾观光，所业者用诈骗变造等方式，伫咧城军平台讲会当替因办商务接待证。移民署进前就掠到一个非法集团，一年协助上百名中国人来台湾观光，这赚的钱呢超过500万。另外，也有一名中国盲情用商务名义来到台湾，说伫咧汉光演习期间开直播，外界也接期会有国安记录，即马国安单位也等咧甲查咯。 伫社群平台一直宣传做伙去台湾，有中国盲情制造影片，假讲会当台办一年无限届往回台湾的商务入台证，吸引中国人以商业名义来台佚佗。毋过事实上，两岸观光还未全面开放。移民署之前有查到一件假商务交流非法台办集团，拢总18人，透过变做文件等方式，一年协助至少120个中国人来台非法佚佗，估计不法所得超过500万台票。 本案由张姓大陆籍旅游业者招揽境内不肖业者，以伪变造申请文件方式，协助大陆人士非法来台，并从中谋取高于官方规费60倍之暴利。专勤队表示，社群小红书有不少教学文章，指导中国民众用假的商务活动来台湾，不法的业者协助伫台湾找龙头公司做邀请单位，搁互中国人假造是商务人士非法来台。进前嘛发生一个中国盲情，好亲像嘛是用假商务名义申请来台，伫汉光41号演习期间自由行款待，伊的直播影片包括汉光操演的敏感区域。 叫外界日期有国安的记录。近期也发现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网红随着汉光演习的这个不同科目跟地点进行拍摄，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安全。移民署讲，中国人来台湾做专业甲商务活动交流，必须透过邀请单位线顶代替申请，先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查身份资格符合规定，而且必要成了后，再搁由移民署查核。 去年2024年，拢总有13000多人，因为发现各样客人拒绝入境。未来原来会伫审查方式甲处分这3方面强化管理。记者采访报道。